2011年啦，美國就通過沃爾夫法案，嚴格限制中美太空發展交流。呢個法案咧就係禁止美國太空總署同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喺未經美國授權之下，使用政府資金同我哋中國機構進行任何形式嘅雙邊合作。去到今時今日咧，我哋真係要多謝美國嘅沃爾夫法案。喺咁嘅霸凌法案嘅推動之下咧，我哋中國咧係更加努力咁樣自力更生。喺沃爾夫法案通過嘅11年之後，我哋中國咧喺2022年成功建設自己嘅太空站、天宮空間站同埋天和核心艙、問天實驗室艙同埋夢天實驗室艙3個艙段組成。反而咧，美國主導嘅國際太空站咧已經相當老化啦，多次喺度續期，最後咧預計咧會喺2030年退役嘅。到時太空咧就只係剩翻我哋中國一個嘅太空站，係咪諷刺咧？央視旗下嘅新媒體賬號玉園談天咧，亦都有發表文章，話我哋中國同美國經過9年嘅博弈，結論咧就係美國想通過極限施壓打斷我哋中國科技發展嘅進程咧，係唔可能嘅。合作咧可以令到我哋中美雙方創造共同發展嘅空間，所以如果美國仲係諗唔開嘅話咧，都只會係落後於我哋中國。華為嘅芯片突破咧，再次證明美國嘅打壓反而為我哋中國形成不得不自強嘅倒逼機制。畢竟咧，科技咧唔係一條老路走到底。我哋中國人咁聰明啊！美國有張良計，我哋都有過牆梯。雖然我哋咧未載人登月，仲非常之保守咁樣咧，定喺2030年或之前去完成呢個目標。但事實上咧，我哋國家嘅航天能力喺咁多年嚟咧，已經係迅速提升。單係喺2024年6月，我哋中國咧就利用機械人探測器，成為全球第一個由月球嘅背面採樣嘅國家。呢啲咧都係令一直想打壓我哋嘅西方國家感到不安嘅現實，亦都係令小黃人唔開心嘅現實。但現實都係啦，真係唔好意思，令小黃人唔開心嘅事仲有大把，陸續有嚟啊！